帖撒羅尼迦後書第2章。弟兄們，關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來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，我勸你們，無論藉着靈、藉着言語、藉着冒我的名寫的書信，說主的日子已經到了，不要輕易動心，也不要驚慌，不要讓任何人用什麼法子欺騙你們，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叛教的事，並有那不法的人、那沉淪之子出現，那抵擋者高抬自己，超過一切稱為神明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裏，自稱為神。我還在你們那裏的時候，曾把這些事告訴你們，你們不記得嗎？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咗他的是什麼，為要使他到了時機才出現。因為那不法的隱秘已經運作，只是現在有一個阻擋的，要等到那阻擋的被除去才會發作。那時這不法的人必出現，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，以自己來臨的光輝摧毀他。這不法的人來，是靠撒旦的運作，行各樣的異能、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，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不義的詭詐，因為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，好讓他們得救。故此，神就給他們一個引發錯誤的心，叫他們順從虛謊，使一切不信真理、倒喜愛不義的人都被定罪。主所愛的弟兄們啊，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，因為他揀選你們為初熟的果子，使你們因信真道，又蒙聖靈感化成聖，得到拯救。為此，神藉着我們所傳的福音呼召你們，好得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榮光。所以弟兄們，你們要站立得穩，凡所領受的教導，無論是我們口傳的，是信上寫的，都要堅守。願我們主耶穌基督自己和那愛我們、開恩將永遠的安慰及美好的盼望賜給我們的父神，安慰你們的心，並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堅固你們。